未婚同居期间一起买了房，一起投了资，分手了，财产怎么分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，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了。第一种情况，财产没有混同，你的工资、你的奖金、你自己投资赚的钱，登记在你名下的，都归你个人所有，对方的也一样，归对方，谁出钱归谁，清晰明了。第二种情况，财产存在混同，比如一起出钱买了房，一起合伙做生意，一起投资了股票，分不清哪笔钱是谁出的。这种情况下，法院会看双方的出资比例，然后综合考虑共同生活时间长短，有没有共同子女，谁对财产贡献更大的因素，进行合理分割。三个核心建议：第一，大额共同出资，最好书面约定各自份额；第二，保留好出资凭证、转账记录、合同、收据都存好；第三，如果已经混同了，分手时先协商，协商不成再起诉。记住，有约定按约定，没约定看出资，分不清看贡献。我是黄律师，更多问题欢迎咨询。点赞关注哦。